你好，是阮继续欢迎收看12月2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选举都结束，接续就是12月25市长甲议员的就职，以及正副议长选举。其中议长选举对选前到选后拢备受关心，尤其议会民进党团日前举办党团会议，决议开放正副议长参选登记到12月5号中昼，7号才进行遴选的表决。而国民党团则先选出书记长，才来决定正副议长的遴选。即届台南市议员的选举，民进党摕下28席，国民党15席，无党籍的12，以及台联甲台湾基进党各1席。反例的阵营会用讲是1过半，因此议会民进党团日前嘛举行党团的会议，市长黄伟哲嘛特别到场，对着议长的遴选，强调尊重党团自主，并且表示民进党无分裂的本钱，一定要更加团结。我们一切都交给党团自己运作，因为党团自主就从现在开始，本来就是这样子。那所以说，今天是看到新旧党团安基于民进党的党团的组织的规章有规定，就是说选举完结束1周内要成立新党团。他们就是，那至于党团怎么成立，就由旧党团跟新党团交接。那这个部分我们都是尊重。那就是说，对这个正副议长的这个态度方面，我们是不是也很希望，就是说能够做一个所谓完全执政的一个打算？没有，我觉得这还是尊重党。会议的过程虽然无对外，不过进前嘛有共党的议员质疑党团的会议违背定序，对此议员库里认为一切依照法规的规定。就台南市议会民进党团的规章里面第6条就有规定，在议员就是说新的一届的议员的投票日往后推1个礼拜，我们必须召开临时党团会议，那来做一个推举那个临时党团的3长然后并做一个交接，所以我们在今天就是会来成立这个党团那么再来就是中央党部的部分，虽然今年它有提案通过了这个直辖市跟县市议会议长或副议长的这个办法那里面其实它是规范了，就是党第一就是党团自主，第2就是不得跑票，那第3是中央党部会责成一个小组，那中央党部到底会不会责成小组，那我们就不得而知了。党工的会议，民进党团决议接受正副议长参选的登记到12月5号，如果有2组以上登记，就进入协调，无法度协调7号进行遴选的表决。至于民进党中执会7月份通过正副议长遴选，应该考量地方的发展甲议会运作。议长郭信良今仔日嘛心有所感，主动甲媒体讲到最近的心情。阐述这个人选会不会太残忍了？哪有这样做？如果真的要协调，要事先就要协调，哪有等人家选出来的啊？如果人选出来的协调那个又不是他承受得了吗？所以你的意思就是应该要协调，要事先协调，而不是登记人选出来了再协调。代表民进党出来了，你和谁协调啊？你要伤害谁？情何以堪？也是一件那件话了，该你的就是你的了，不是你的争也没有用。面对反对阵营是1过半，要摕下正副议长，机会相当的大。不过，身为上大的在野党国民党团发言人日前嘛表示，就算民进党无可能离让，国民党即届嘛会推出遴选，等待新的书记长产生以后，才决定正副议长的遴选。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中西区青草活动中心因为地下室有积水、牛条憋气、甲更近生生等安全的顾虑，所以市府甲地方积极来争取经费重建。好不容易找到经费，佮经过7摆流标，总算会当顺利动土。当地居民拢抱着办喜事的心情，共同来见证活动中心的拆除动土典礼。
位于国华街观光精华地带原中正理活动中心，因为年久未清，已经有安全顾虑，伫各界努力争取，中央甲地方合力编列3502万的铁道重建经费。12月2號，伫台灣國小人西隊的熱烈助陣，甲在地鄉親的見證，老表7擺工程終於會當順利動土。市長吳偉霆嘛親自到場主持典禮，場面盛大。上土，海地平安金金地國，你上土，祝福動土順利，天意一條。上上土，祝福港平廣泛。那可以看到，这个前桃友活动中心可以说是位居蛋黄区中的蛋黄区，一方面在国华街，一方面又是人来人潮、熙来攘往，很多观光客、很多市民朋友们都来这边，所以预期这个活动中心的使用率会非常高，不管是里民们的活动，甚至可以支援周边的一些活动。因此呢，我们期待这个改建拆除改建能够越快越好。那这个工程能如期如职完工，早日提供居民一个安全又新颖的一个活动空间。市场口中黄金地段青草活动中心附近，也有西市场的古迹特色，地方基台除了打造优质的活动休闲空间，卖当尽数员工互相结合来再造欢迎。其实这个地方就是在我们现在是假日游客非常多的地方哈。那工程的进行一定会影响附近的一些商家摊商的一些生意哦。也希望说工程加速完成哈，然后让我们恢复这个地方呢过去那个热闹的场景哈。尤其这个活动区的对面哈，贵起的许丹短菜旗的3排卖店哈。那这个地方目前整个进度其实看起来是蛮严当哈，所以我们希望说这个工程能够加速完成，不要活动中心做好，结果换成市场这边在做，希望2个工程都能够加速来完成，然后带动整个地方的商机。根据民政局表示，新的建物将有2层楼，工程预计112年完工，到时将有电影、在野教室等多功能的使用。台南新闻管制何乔邦采访报道。为了已在国小渔港分校一座已經20幾棟的大廠處理廊，為了符合遊戲設施新的國家安全規定，校方面臨拆除或是換其他新的罐頭式遊具。不過最後校方考量保留校友的回憶，選擇將大廠重新改造彩繪，並且加入海洋的元素，並安全保留情感來繼續創造舒適的美好回憶。民國62年，漁港分校成立以後，79年漁港社區發展協會所關注的大廠處理廊，已經是陪伴儕校友珍貴的回憶。不過，古早味的大廠已經無符合國家安全標準。學校為了顧安全、保留情感，嘛符合3昆新的地理，所以用嚟向前活力加幸運的海洋造型，加上重新彩繪換上新衫。後面則是引進大檔圓形的石頭，舒適涼爽。這款爭取90萬替大廠整容活化的結果，這學科學生就是總來佚佗。這些遊戲當中最喜歡哪一節？溜滑梯。為什麼？因為那溜滑梯溜很快。溜很快。然後溜下來涼涼的。你呢？你最喜歡什麼？我最喜歡這個石頭。為什麼？因為那個石頭很圓，然後打到不會痛。就是摔下去也不會痛，然後躺在上面會很舒服。是，所以下課就喜歡來這邊玩。對。你呢？跟我們講一下。盪秋千，可以盪很高，而且很快，很好玩。又安全，對不對？對。而且有時候飛車的時候會被抓，這裡不行飛車。會很開心。有。過去校方內大廠處理廊，現在真正毋是拆掉，就是變成裝置藝術擺好看。不過漁港分校佇校長甲師生的努力，以全新的面貌來迎接所有小朋友。我們的其中一個大象溜滑梯是我們漁光分校的校友共同的回憶，所以我們突破了很多的法令規定，也克服了很多的一些技術上的層面，我們把它保留下來，而且
我们也成功的让我们这一支这个在宇光分校这个从民国79年到现在的这样的一个大象溜滑梯给保留下来，而且不仅校友很开心，我们现在小朋友也非常非常的喜欢。这应该是全国独一无二，具有海洋风味，而且大象上面有一只这个象征我们三鲲生这个鲸鱼这样意象的一个溜滑梯。义工分校透过大象处理笼的改造，加速特色游戏中的呈现，希望看见学生的笑容，继续创造书生美好的记忆。台南新闻管制何秋芳采访报道。疗愈个高主的公仔娃娃是真侪人介意收藏的小物，其中泡泡玛特这个品牌特别伫圣诞节进前，伫全台各地开设5间快闪店，其中规模上大一间就伫咱台南。入学第一天开店，就吸引侪人前来排队抢买。购物中心在店一开门，现场就已经有排队要来买公仔民众，而且这间快闪店是全台5间店当中上大一间，各形各色的娃娃公仔，吸引真侪粉丝前来朝圣，甚至各位南投来的情侣档嘛来现场抢买。这只熊，这只熊特别之点的，因为它有就是中只跟小只的因为就是有收集一系列小只的，所以就想说再凑一只这样。那你是从哪边来？南投。南投，对。为什么会跑到那么远了呢？因为刚开幕啊，而且又有活动，就是有吊卡，限定吊卡可以拿。外面的玩具店都比较贵，所以这边算是买原价。那你今天买了大概什么？今天买了茉莉100%跟拉布布的圣诞节系列。对。所以你从以前就很喜欢这个系列？之前就有在收集，这次是帮朋友买的。泡泡玛特这处伫南泡的快闪店，虽然档期只有32天，不过各种特别商品伫遮拢会当找到。这一次我们台南南纺的快闪店是为期大概32天，到明年的1月2号。那这一次的快闪店里面的商品呢，就是除了复制我们目前 A11手店的台北 A11手店的所有商品之外，也有特别带了台北 TTF 的限定商品过来，这样有 Zmomo， 然后还有爱心熊、分享熊都是很热门的商品，这样子。圣诞节要到啊，观众朋友不妨探到这处泡泡玛特快闪店的档期。挑选一个古水又疗愈的公仔，当作圣诞礼物，将温暖甲祝福送予身边的亲友。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先新闻一个，马上登来新闻现场。疫情期间，为了消毒，许多人洗手洗到脱皮发痒。静心生技因此投入进口精油皂的贩售，希望透过进口精油皂机，让民众洗手抗菌，同时还能滋润保湿。而与中油多角化商品在来苏咖啡贩售精油手工皂也有半年多，受到社区民众喜爱。但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高峰，原本买咖啡送的是脸部美容保养，顾虑有人对在公共场合脱口罩进行脸部保养可能会有确诊风险，在疫情稍缓的暑假期间，改推买咖啡送亲子手工皂课程。一方面提升加油站的咖啡业绩，一方面也让静心生技的后疫情时代，透过多元创新的精油手工皂课程，结合社区客群做推广。其实，在疫情之后，其实我们这个美容的行业已经就是因为戴了口罩就没有办法做脸。那其实我们在这段时间的经营的时候呢，也非常的辛苦。那几乎想说不然就找一个方法，怎么来接我们这段时间没有办法，就是说脱口罩的一些行动的美容，还是做一些美容护肤的部分哈。那我们为什么要来转介在这个精油皂里面？因为精油皂本身就是在做清洁，我们想它变成说推广这个，让学员他们除了说精油皂学完之后怎么使用，然后教他们做一些手作，除了这一份的这个一些手作的收入以外，然后我们也让学员就是延续让他们经营一些这样精油皂。怎么在家里自己创业，做小型的一个创业，或者说他们怎么在那个团购里面去做，跟很多团的团主呢一起来合作卖这些精油皂。公司的精油皂是很天然的，洗后很滋润保湿，是值得推荐的伴手礼盒。那疫情期间呢，我就跟公司批来卖给朋友，增加一点收入。为了让公司的收入不因疫情中断，原本主攻行动美容师培训的静心生技，
不得不停下许多美容师的培训业务，转从零售精油皂，再到手工皂教学。除了来素咖啡，静心也与市民学院合作，让参与的学员有机会创造事业第二春。有一天我开电视起来，我看到阮隔壁里活动中心伊咧推广2度就业，2度就业伊内底都有咧讲到行动美容，有咧学精油皂，这是我真兴趣的，所以我就想尽办法去报名。我起头我是送给朋友，朋友感觉我这个物件真好，手工精油皂，所以又叫我回去做来卖，所以我就开始愈有信心，我过来卖朋友，卖朋友佮介绍一寡人。那最近我们课程都是把这些传统的精油皂，把它演成在生活里面。那像有人在蔬菜水果类，然后水果的精油皂，这个都一般我们在传统里面的精油皂是没有人这样子做过。但是如果说做成四方形的精油皂，又没有什么特色。那我们为了让精油皂更活化、更创意，所以我们把精油皂也用在生活上，像我们的一些柿子水果皂，还有一些像我们的丝瓜皂，还有玉米这些做成很像我们生活上的这些模型，然后让客户人很喜欢这种东西。一场疫情让各行各业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静心生技以正向的态度迎战疫情，努力发展不同的经营策略，既不影响原有客群消费市场，也能因应疫情创新多元商品。这场疫情目前逐步趋缓，我们的生活也慢慢恢复过往。想多份收入的你，或许能从手工皂开创出另一个圆梦的好契机。正通罗里门圣母庙在2月1号举行安坐41周年庆祝大典，仪式完全依照古例进行。当中来自全国各地数千名的高背景代表拢到场，场面庄严隆重。正统罗里门圣母庙伫民国76年首次办理天上圣庙祭典仪式示范观摩会，成效好评。了后，每一档便伫安坐大典期间举办祭仪致敬，已经成为传统。今年的祭仪伫悠扬祥和国乐建造声中，由圣母庙主委王晶莹主祭，担市会议长郭信良以及各方献达，依循古礼向妈祖上香献礼，行3跪9叩首大礼，祭仪庄严隆重。天上圣母祭仪大典，主献歌正统罗里门圣母庙主任委员王金莹。今仔是农历的11月7日啊，是阮罗里门圣母庙第3次重建、第3次建41周年啊，入伙安坐。因为阮今仔日啊，阮今年是来用暗时来举办这个平安福宴啊，感谢十方善心大德，大家当来参加这个活动安尼。正统罗里门圣母庙除了提供信众生命的依托以外，现在嘛朝向休闲、文化、观光、慈善、旅游等5大面向来推广。主委王晶莹欢迎全国民众好朋友做伙来圣母庙拜拜求平安，以及观光旅游。阮罗里门圣母庙会朝慈善、观光、休闲、文化美术5大方向来发展。即摆疫情因为政府来开放。而且大家虽然开放嘛，呼吁大家啊，来当注意这个安全，保护家己自身的安全较重要安尼。因为阮罗里门圣母庙人工你甲基台，阮会朝要看即摆庙景甲好高啊，或者大家 LED 的光源、水影祥和的音乐，你也看大家人工的街头艺人表演，甲即个数字来翕评。大家因为阮有种100几丛的黄花凤梨木，2边也有100几丛的花旗木。罗里门圣母庙啊，伫台湾一位足重要的观光胜地安尼。伫这以后，庙方也特别设开600度，宴请全国各地数千名有奖高背景代表，互相联络感情，为这次活动留下美好回忆。台南新闻张秀维采访报道。
为了唤起大家上届熟悉的台语歌谣，市批馆回故乡台南以后，用以专业的画笔加严格考据，画出一百感动人的歌谣意境，互人伫看到的同时，就亲像会当听见战后迄个时代声音，相当难能可贵。并且用一台平板代替手画板，市批馆的四季创作。伊自细汉就爱画图，科班出身以后，加上专职创作，目前攻读硕士。伫台南应用科技大学教授林宏德甲王胜文的指导，可以离开台南3个月后，回到故乡，用伊网界专长，将一首一首战后的经典台语歌谣画成100感动人的插画。目前发表已经有15首。帮助民众更打进歌曲的内涵。视觉上，就第一个我们就是被它吸引了，然后再去看到它旁边的歌词的时候，再去搭配老师的图案，你就觉得哇，好符合，然后更能够了解到这个图案里面的意境，这个图每一个的动作的意境。我也希望让孩子们知道说，我们现在用的绘图虽然都是电脑绘图，但是还是可以画出不同的时代背景的意义哈，然后把一些家乡的一些元素拿出来作为创作的题材，所以为什么我会选择用数位插画来创作，而不是用手绘的方式？因为现在孩子都是用数位来创作了，所以我希望说以身作则，用数位的方式也是一样可以画出以前的时代背景。市批馆不只将台语歌谣变成插画，嘛锁定战后的台湾歌谣研究。每一百个创作过程，拢开真侪时间考据，增加学术上的参考价值。同时透过展览公开接受指正，而且讲欢迎民众来找茬。学霸长那个电线杆画错了，然后我自己在画的时候也没注意到，我画成水银灯，然后就有民众来跟我们说要画日治时期的木头的电线杆，那还有灯泡也要改变。所以这些都是从不断的展出当中，然后民众来跟你指点之后，以后会作为我把我的作品再作为一个修改，修到最正确的为止，这样。每一首台湾歌谣拢有时代背景，有悲情，有欢乐。市批馆透过少年一辈所介意的图像来记录，嘛是一份传承的使命感。所以后希望留伫台南持续创作推广。互大家咧看网界同时，嘛当感受迄个时代声音。台南新闻军职采访报道。中信金融管理学院响应政府安心就业的幼托政策，伫后来成立了非营利幼儿园，如何正式揭牌，提供员工甲周边居民一个优质的幼儿教育环境。中信金融管理学院伫今年11月设置幼稚园，将大学的场地改造成幼稚园，用上好的设备、优质的师资，以非盈利的方式为附近的家长提供优质的托育服务。我想今天非常高兴我们中信金融管理学院那么向中央争取在这个地方设5班的员工子女非营利幼儿园。那所谓的非营利幼儿园呢，当然就是公私协力，那么把属于这个大学生他们用的那么宽大的教室，那么透过争取了1400万中央的补助，那么营造非常优质的室内学习空间，那么另外还有户外的这个绿地，那么这个非常宽敞，而且非常的优美，这样的一个学习环境，对一个幼儿园来讲是相当具有吸引力。幼稚园伫这位贵宾的见证之下，正式列牌，为着减轻家长的负担，幼稚园提供108个评价教保服务名额，每个月收费无超过2000块，目前已经有60位学生。那我们一共在第一期可以招收120位学生，那我们目前还在积极的筹备第2期也可以再另外再招收另外的110位学生。那总共可以招收到228位学生那含幼班、小班、中班跟大班那透过这样子的一个整合方式，加上我们目前校内也积极的在申请相关的国际实验教育的课程那大学又是教育部核定的双语大学，
那希望能够提供我们国家未来主人翁最好的一个国际观、体育、艺术还有课程的一个优质方案。幼稚园招收2岁到5岁囡仔，家长以小个大碗的费用，就会当互囡仔享有美丽的校园以及教学资源。另外，也规划2条专车接送路线，同时办理延长照顾服务，互家长减轻负担，安心的上班。台南新闻杨顺怀采访报道。感谢收看12月2号中嘉台南电视新闻，我是郭文杰，咱再会。